应当规定性别上，咱来定传授，就是我咱的一项，来定传授。第二首的诗歌就是158首。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请咱来平安心，开始咱今仔的敬拜。
互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咧，咱着学罗耶和华。咱所敬拜的是尊贵、荣耀、权能、至权的上帝。咱的心爱来学罗上帝，学罗全能的主上帝。咱请起立，做伙来念信诗52首，信诗52首，咱归地心的上帝。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米。就趁耶和华通找的时来找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归应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你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高低，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可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我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爱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在恁的面前出声唱歌。新白发生来替草刺。这是要做耶
的名的纪念。以上，咱做伙来祈祷。阮坐宝座顶的天父上帝，你的儿女恭敬来到你的面头前，向你献上阿乐甲感谢。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统管一切的神。主啊，阮感谢你。阮人算啥物，你煞来顾念阮，来疼痛阮，赐予阮永远的活命，嘛赐予阮在地上各项的福气。天父上帝，是的，阮要感谢你，阮要开喙唱歌来鼓励你，尊重你的性命到全世界。疼痛阮的主啊，伫遮，阮来恳求你，阮满心期待来恳求你，来引带阮面头前的道路，将你的话语来赐予阮，来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行失的，无离开你的介意。主啊，求你将信心来赐予阮，互阮有信心的充满，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模样。请你来复兴阮的教会，帮助阮有合一的心，有共同的看法，紧紧来传福音，互阮南口教会成做你咧世上的根，世人的祝福。阮的主，你是听祈祷的主，你是怜悯阮的主。在遮，阮来为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主啊，求你来怜悯，来医治因。啊，心内有侪侪烦恼忧虑的，求主嘛来甲因安慰，赐予因平静安稳的心。主啊，阮要来感谢你，因为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你一个嘛无甲放下，因为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乃是一生一世。主啊，阮毋知影要安怎来祈祷，只是阮要做重要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遮，在地亲像伫天里。我们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赦免过误阮的人，无得传阮离弃，叫阮脱离你的歹的。为国万民，永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来读。对上帝旨意受了，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甲兄弟的所定，花寄互上帝教会伫哥林多的，就是踮伫耶稣基督正是受了做信徒，以及建立逐所在求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主是因的，也是咱的。圣经读来食，咱请圣官队带咱来学咯。因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是你是主，你是主。吟煞咱请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教会是啥物？
今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特别上帝引带来帮助咱，以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虽然有微微啊雨，但有缘真热情来到上帝的殿院，三甲伫遮来敬拜阿罗主，要开始进行，请咱三甲压下来祈祷。感恩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互阮来到上帝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主。主啊，我感谢你，因为阮是属于你呼召的百姓，你应允阮，互帮助阮，嘛固守阮伫阮的生活内面来得到丰盛。主啊，阮无袂记得你的听筒，三甲主职，伫上帝你的殿院，阮来敬拜阿罗主。愿圣神甲阮三甲得着帮助阮讲的甲听的，会得到利益。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用这个题目，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啥物？甲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这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间真大间，对不对？捌去过无？有人捌去过无？梵蒂冈的所在，无人应该这捌去过，是毋是这有看过人是对真大间。你若有机会一生中咱有机会去这间礼拜堂我想咱拢常常看这个影片伫遐来体会去了解。今仔日是咱这个必要真理的课程嘛，毋是讲课程，就是咱咧分享各位找一礼拜咱会分享必要真理。今仔日讲教会，这是咱真熟的，对不对？今仔日讲教会，今天我们在讲教会，这是很熟悉的咱今仔真熟的教会，咱今仔要分享的教会是啥物？教会是什么？现在比方兄弟姊妹，你感觉教会是啥物？咱先来看，这定义先真清楚。其实这个 PPT 这个放出来，咱就差不多知影教会是啥物啊？我来读兄弟姊妹，咱来看新约圣经我出现107摆教会这两字。
哦，当然是咱翻译出来，哦，好，伫原文希腊文是，这可能捌听过啦，吼，ecclesia，吼，ecclesia，意思就是会众的组织也是聚会，即马咱就是会众的组织聚会，对不对？哦，安尼是教会，对不对？哦，好，咱一个吼，来分享，好，相款的字吼，伫咧希伯来文，哦，较合，哦，清做较合。哦，就是意思就是从起初的意思，迄个意思是从被父才从呼调出来一群人，从呼调出来一群人。今仔兄弟姊妹，咱说咧了后，咱无是莫讲说，咱互上帝最后所基督感动，因为咱的感动是透过信心感动咱，透过即个信主的人感动咱。是啦吼，通常就是信主的人感动咱，信心感动咱，也是讲咱伫咧即个教会组织的团体，也是讲咱有人邀请你去一遍的即个布道会，你伫遐听台仔顶讲话，伫遐咧分享，伫遐感道，伫遐分享，有感动，信心感动咱，伫遐我愿意耶稣基督做我性命的救主。人举手，我就有举手，你就感动。来到头前，牧师为你祈祷，也是讲遐传道人为你祈祷。呼调出来，属伫耶稣基督，就是啥？咱叫做教会。所以这个定义咱清楚啊，有清楚无？那安尼，咱知影哦，兄弟姊妹，这是圣经的时代，新约圣经内面出现的这个教会，所以是啥？所以是人，亲爱兄弟姊妹，所以是人，毋是建筑物。即间礼拜堂，也是讲咱拄则看的，即个圣彼得大教堂，即间礼拜堂，这是建筑物，对不对？咱的建筑物有水无？其实嘛真水，真侪偶像剧来咱教会翕的，而且真水。但是这是啥？礼拜堂，一个建筑物，所以其实教会毋若是干那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呼调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毋是建筑物。毋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是讲即个地理的单位，拢毋是是啥？是一群从上帝呼调出来的一群人。这咱爱清楚知影即个教会的定义。咱若清楚知影讲这是教会的定义，咱就会当安怎？会当搁较清楚知影讲，咱伫教会要做啥物？是毋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即一群人存在的目的是啥物？是伫遐遮聚会敬拜奋兴灵命灵魂伫遮真欢喜快乐，伫遮咱讲自嗨安尼尔吗？敢是安尼？拄则圣歌队吟的诗歌，我相信有真侪人会真感动，因为咱圣歌队兄弟姊妹已经用心伫遐咧锻炼。等一个欢喜礼拜嘛是同款，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敬拜团，无论是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我相信这是咱伫遮。教会伫遮尔尔吗？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咱做阵来思考，教会是啥物？后一个教会是啥物？咱会当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教会会存在？你思考一下，对吼，为什么教会会存在伫遮？咱要存在伫遮创啥？教会的功能是啥物？我相信对这三方面，伫遮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拄则我所讲的。即个即间教会也好，即已经变做观光区啊嘛，欧洲的教会，搁较侪欧洲的教会，即摆已经开始在退化。欧洲的教会咱若有去欧洲观光，咱就会当看到有的收集教会是变成做拍，即个厂商伫遐来标落来，伫遐变成做拍，即间教会变拍。迄是啥？迄是建筑物变拍，内面的人安怎？内面的人都毋是安怎？毋是兄弟姊妹，毋是教会的人。真侪欧洲的教会渐变安尼咱讲老化要消失啦。亲爱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也是讲咱的教会，是毋是有老化的现象？咱来思考即件事，是毋是有老化的现象？我的老化毋是年纪大。毋是老化是啥？或者较咱的行政、咱的
即个自会咱信用、灵命各方面，咱拢安怎机械化，咱一礼拜咱来到礼拜堂，你着想要坐迄个位，开始安怎机械化。当然这是拢无要紧，但是咱爱思考，咱是毋是开始在老化？咱是毋是要开始有失去啊，无去啊？所以教会存在，其实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为什么教会存在？即使伊若无任何意义，也是讲教会存在无任何的功能，也是讲教会有也好，无也好。亲爱的弟兄们，你有发现讲咱教会有也好，无也好无？伫咱的社区，在我们的社区，即摆较好啊。我9年前来到咱的教会，我去做社区的即个巡礼。我在问人讲，你敢知影林口基督长老教会在哪里？大家摸头安尼。特别是当然较过去，咱即个旧社区当然有一两个会讲是毋是是不是啦是毋是？即个国小迄附近遐有一间教会，有个人有讲永乐教会咱知影永乐教会伫倒无？有人经过，我知影永乐教会，有人讲永乐教会。我林口基督长老教会，当然这几年了后，咱教会开始办社区的服务、社区的活动。当然咱讲幼稚园，大家拢知啦。幼稚园的名声比咱教会搁较大啦这咱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教会存在有啥物款的意思？有啥物意义无？有啥物款的功能无？所以教会存在甲消失。敢有啥物？敢无啥物关系？有一天咱的教会来关门的，会影响附近社区的生活。干那袂？亲爱的姊妹，这是真严肃的代志，真严重的代志，咱会当伫遮来思考来看。所以教会有存在无存在，咱必须爱来思考，为什么教会要存在？教会要伫即个所在？咱的教会的功能性是啥物款？咱教会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的迄个关系是啥物款？你我咱甲上帝的关系，甲咱的主耶稣的关系是啥物款？这值得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思考的。今仔日就透过即个题目，教会是啥物？咱做阵来思考。咱会当知影讲。今仔日有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我相信有这个咱嘛有这个，比如讲总会上评估今仔伊不止第一摆来甲咱的中间可能嘛真少兄弟姊妹熟悉你，但是常常透过恁伫小组内面出入伫遐聚会小组的人熟悉恁啦，慢慢兄弟姊妹嘛会当常透过恁，咱来主日礼拜熟悉咱。第一摆来到教会，兄弟姊妹无咧靠咱，拢会感受着讲咱到教会较好，还是讲其他的教会，咱去第一摆，迄个感觉是很棒的，我们都会觉得那个不错，很棒的。第一个第一摆来到咱的教会，一个咧分享听即个牧师的讲道，咱的教会更较好，咱有请本来的牧师伫个主日的时阵，伫遐来分享，会当开阔咱的视野，更较详细咱了解。伫即个过程中，哇，一开始一入来遮，感觉真好，会当即个讲道，听咧讲道，大家拢真友善，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真友善，对不对？一礼拜大家拢会感受到，即个教会的兄弟真友善，真好。好，一年、2年、5年、10年了后，就开始感觉讲奇怪，咱渐受邀请。出来服侍啦，渐受邀请，伫遐有侪无共款的服侍，愈来你会感觉，我打愈来愈重安尼。你会感觉，阮即个家庭甲迄个家庭，甲有拄时咧分享咧讲话，拢会对创呢。开始你久啊来甲教会了后，你会发现讲即个问题，因为我做牧师真清楚知影讲，确实有影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迄个论点、迄个看法。拢会无共款，咱一来到教会，咱就会发现讲，奇怪，我开始来到即马，咱会差遐济。所以咱会拄着甲咱家己无共款，伫教会内面无共款的个性、
文化各方面，咱就开始安怎？开始咧想，开始咧失望，开始受伤，是毋是安尼？亲爱的姊妹，咱思考一下，教会到底咱来教会带互咱的是啥物款？所以即中间我相信有真侪兄弟姊妹，无得甲包括牧师，咱拢会当去思考，咱拢捌经历过即款的感觉，拄仔开始初来，一直到即摆，10年、20年，甚至一世人拢伫教会出入，而且咱拢讲出入啦吼。而且生活的过程，咱就会常常，甚至到最后有人会受伤，甚至到最后有人安怎离开，太安尼，亲爱的姊妹，这是真事实、现实的代志。互咱看到教会所有无共款，对一开始迄个单纯要追求信仰，甲一直到最后，甚至有离开，太安尼，毋那是干那咱教会。而且教会是咱看到所有真普遍的教会，它会发生即款的事。所以，毋管安怎，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对教会不满的时阵、无满意的时阵，甚至受到伤害的时阵，咱就开始咧想即个问题，对毋对？为什么我要来教会？我要来教会创啥？逐礼拜看到迄个讨厌，我都无爱来啊，我都无想要来啊。我当初哩看直播较好，即看直播，咱看着牧师吼。啊若甚至看着即个牧师，实在是，我嘛无爱看伊啊，转去别个直播去啊，看其他的牧师啊。遐是有影，亲爱的姊妹，毋管安怎，其实咱对教会无满意的时阵，甚至受伤害的时阵，咱就开始想，为什么我要来教会？为什么我要来？为什么我要遮尔啊用心咧服侍？为什么我要开遮个时间伫教会内面？教会存在的意义是啥物？亲爱的姊妹，咱捌想过无？教会到底是啥物？教会到底是啥物？我相信大家兄弟姊妹，咱来教会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长短，一礼拜、2礼拜嘛是算一段时间啦，是毋是？所以咱来思考，咱来看教会是啥物？我遮有几个问题问兄弟姊妹，头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是建筑物，对毋对？有人点头，是是毋是？教会是建筑物，但是有人讲教堂呢？教堂甲教会有共法无？有共款？有人摇头。好，亲爱兄弟姊妹，甲咱分享，咱定来讲，我要去教会，有无？有人问我，你要倒位？我早起要来教会，要来阮的教会，对无？我要来教会，我要去教会。教会感觉像是一个所在，一个建筑物，其实毋对啦咱知影，因为教会毋是一个所在，教会有缘会当，毋是一个所在，教会有缘会当存在教会有缘会当存在，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看。咱的教会从初敢是伫遮？毋是嘛？咱教会的建立从开始毋是伫即个主址南口路89号，毋是咱遮以前叫做三地厝个，三地厝个，名市迄个地点，即个拢会改变。教会初毋是伫即个所在设立的，咱开始初设立的是伫倒？是伫旧街仔内面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开始设立，而且安怎？而且是伫咧人的厝内面，伫遐来组织聚会，开始设立的。伫迄个过程中间，后来渐渐，咱有舞会，三重埔教会是咱的妈妈咱的舞会，而且因开始起来设教会，开始安怎？开始敲找所在，就伫遮来起礼拜堂起来。所以兄弟姊妹，咱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组织聚会。所以教会因为即个所在无去就无去。比如讲天灾好无？天灾若说出最近地动足严重，天灾有一天真正拢垮掉了倒去了，咱有缘会当找一个所在聚会，对毋对？迄就是教会。兄弟姊妹，被呼召出来
的一群人。好，所以有即个定义，有即个，你着清楚知影，哦，这是头一个，毋是建筑物，教会就是乌雕出来一群人，咱找一个所在，伫遐来组织聚会。所以过来后来发展有，咱就看到迄个家教会有，伫厝内面聚会，人无济，伫厝内面聚会，10几个、20几个，伫遐厝内面遐聚会，迄嘛是一个教会，因为是共信仰，互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 OK。所以咱无论去到倒位，教会永远存在，教会永远存在。好，过来咱来思考。咱常常会拄着问题。我今仔日要去泸州教会分享，我今仔日要泸州教会聚会，也是讲咱今仔来到即个所在，有其他今仔日有其他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到咱的教会来聚会，咱无得较第一遍熟悉，咱就讲问，请问你倒一间教会，你的母会倒一间？我对网教，网教会。请问恁教会，咱开始就会讲对不对？阮教会，恁教会，恁教会伫倒位？伫网教，伫网教，阮教会，恁教会有偌大间？阮教会真大间，安怎开始分享介绍？恁教会，咱教会，阮教会，恁的教会，我的教会，所以迄个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就是因迄阵教会，迄阵人，有拄时咱咧讲话的时阵，就开始会即款的想法。因迄个人，因迄阵人，那一群人，外口的人就是安尼看人，是毋是？亲爱的兄弟姊妹，未信主的人就会讲他们那一群人。其实，亲爱的兄弟姊妹，教会毋是包括我，毋是包括你，是安怎？是咱的教会是咱的教会，所以这爱清楚，毋是恁教会、阮教会。当然啦，咱无得较迄个归属的问题，但是咱爱搁较清楚。今仔日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爱搁较清楚，就是咱的教会，讲什么教会？过来一个就是教会是安怎？是基督的身躯。咱来看今仔日即个经文内面，今仔日咱看到这可以抱歉可以现在上一个投影片第2节，咱今仔日看到这段经文内面，咱小等一下那个经文就一直留着，等一下还会用到。可能麻烦语音，抱歉，切换一下，谢谢。咱来看今仔日经文内面。咱知影讲教会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来，这个，来，第2节，来，第2节，好来。教会有上帝教会，伫哥林多，就是建立基督内面正式，受呼召做信徒，以及记拿恁即个记拿逐所在求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主是因的，也是咱的，真清楚。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啥？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主是因的，也是咱的。咱呼召成做信徒，伫基督耶稣内面正信，是基督的身躯，是机体。所以咱爱清楚知影是，教会毋是因牧师的，教会毋是小会员的，教会毋是兄弟姊妹的，是啥？是基督的。
咱来清楚一点。所以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咱是基督的啥？身躯的一部分。所以咱伫教会内面，咱常常讲咱是啥物肢体，对毋对？肢体，我们是肢体体。所以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躯。所以这真重要。对历史历代或者的所有全世界的兄弟姊妹，所有咱知影的，即所有的教派，无论是独立的教会，还是有教派的教会，咱拢结连伫基督，咱拢属的是主，是因的，也是咱的，是安怎？是合一的，无有分，其实是无有分。当然，咱知影即摆是咱每一间即个组织的所在无共款。所以咱可能嘛，毋通讲你我，咱会当讲啥物？咱的教会 ，OK， 知影吼？咱的教会。当然，这是一个咱需要去调整、去思考，对伫教会以前过去的这个印象。所以，亲爱的姊妹，愿主来帮助咱。所以，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更较重要的是。我要翻译，咱更较重要是啥？咱更较重要就是今仔日咱来看，有几个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分享，就是头一个要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是咱甲基督的关系，咱甲咱的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啥物款？咱甲咱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啥物款？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甲主的关系是啥物款？咱会当清楚知影，拄则经文内面，甲咱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啥物款的意思？也就是咱爱结连伫基督内面，咱甲基督爱有关系啊，是毋是？咱教会伫遮，咱伫遮的生活，若甲兄弟姊妹有关系，就是俱乐部尔，知无？就是俱乐部尔，就是社团尔。咱最重要的就是咱爱甲基督有真好的关系。所以，咱甲基督的关系是啥物？就是咱爱结连伫基督内面，咱属伫基督的身躯，咱才会属伫教会。所以，拄则经文内面也有讲到，咱属伫伊，咱属伫伊，伊也属伫咱。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求主来帮助咱甲咱的基督的关系是啥物款？所以，咱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今仔日牧师有真侪问题要向兄弟姊妹，咱做阵伫遮来思考，来想，咱敢是真正的基督徒？咱敢是真正结连伫主耶稣内面？你的生活内面，你一出门一天开目睭，你是毋是甲主耶稣有真好的结连？伫遐去讲，因为困去的时阵就是困去，较无清楚，较袂讲真正有理性伫遐咧判断，因为困眠就是休息，但是一醒起来。你讲主啊，感谢你，主啊，真好，今仔日搁会当伫活咧吼。一醒起来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一醒起来的时阵，大家可能有诶是开始看手机啊，200多封未读啦。你一起来是安怎？是毋是咱伫甲主有迄个结连？除了真正咧安息休困的过程中间以外。你是毋是一工24点钟，一工伫遐，逐工拢会当甲主有真水搁好诶结连主啊！我即摆要开车，主啊，我即摆要创，主啊，我要创啥？主啊，这毋是只有呼求安尼，毋是吼，是安怎？是迄个关系的结连。因为安怎？因为你透过读经，透过祈祷，透过灵修的生活，透过小组等者，这咱搁会讲。所以，同重要的是咱甲基督的关系，咱甲咱的主耶稣的关系。是毋是一切？你做每一件代志，是毋是你会当咱的主伫遐来分享来做，甚至是歹代志？主啊，我要做一件事，敢若无啥好，是毋是会使做？当然会使做啊，因为你都已经知影。但是安怎？甚至是你要做歹代志的时阵，你是毋是会想到？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甲主耶稣基督的迄个真实的关系。有人讲我已经洗礼啊，我无问题啊 ，no problem 啊，我相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啊，伫教会洗礼出去，赶快安怎恶白来，
做你共款啊，伫社会，伫你个家庭，伫即个世界，你共款学袂来。但是喏，转来到教会，做会晓祈祷，做会晓奉献，逐方面你拢做有够，侍奉逐方面，但是你出去都走进去啊。这毋是甲基督有死正关系的迄个关系是拍歹。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有真好的关系，甲主耶稣基督有真好的关系。好，所以到底是安怎会当算有真好的关系？当然，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伫遐信靠主；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伫遐倚靠主；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伫遐安怎？伫遐会当安静听上帝对咱讲的话，透过圣经灵修的生活。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建立伫啥？咱日常生活是毋是？咱有好的信仰生活。所以真期待啦！牧师真期待咱对即个分享了后，教会是啥物，咱会当更较清楚了解。后一个，第二个，咱遐日姊妹分享的就是咱彼此的关系。甲上帝、甲主耶稣有真好的关系。有人会想讲，安尼透动啊，妥当稳当，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那一定跟人有好的关系嘛，对不对？是不是？那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啊，但是甲人咧，甲人是不是会当有真好的关系？其实是，无简单啦吼，咱彼此中间的迄个关系，其实有拄时啊，嘛会有走精的时阵，是不是？亲爱的姊妹，咱拄则有讲到，全世界的教会其实咱拢合一，咱基本上咱爱清楚知影，咱拢是啥？主的身躯，主的一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甲主耶稣，咱甲咱的上帝，咱主耶稣的关系是安怎？是彼此和睦。彼此爱有真水阁好四正的迄个关系，但是咱彼此的关系，更较重要的是啥？是互相，因为咱知影，咱拢总是主内面成做一体，所以咱爱学习一件代志，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即个合一的团体、合一的教会。那讲到这，其实牧师爱打一个问号，是毋是？咱遐日姊妹嘛，爱打一个问号。因为咱伫彼此的即个关系中间，其实咱必须爱承认。有拄时啊，咱甲同工中间，有拄时啊，咱甲兄弟姊妹伫中间，甚至是咱家己本身，其实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清楚知影。有拄时啊，咱几个真好的兄弟姊妹朋友组织做伙，咱做伙要创啥？当然，这啉真重要嘛，真好。因为迄个交陪是真好的，但是开始都会讨论教会的遮个做的事，甚至是人，对不对？我甲你讲啦，今仔日牧师讲道啊啥，今仔日我甲你讲啦，迄猫咪人吼，昨晚看到啥啥，就开始安怎？开始迄个音乐会就走出来，亲爱兄弟姊妹，你安怎样合意？这是真正有出来认识。牧师嘛捌讲过，咱爱用听心讲诚实话。通常咱拢伫咧头前迄句尔，咱却袂记得咱用听心讲诚实话了后，咱要安怎样陪伴即个受伤的人也好，也是讲我毋知影状况的人也好，咱要安怎样用上帝听？我甲你讲，安怎可能会较好。我甲你建议，因为安怎？伫上帝内面我听你。咱通常较少咧讲遮个。亲爱兄弟姊妹，咱通常拢甲上帝敢若亲像有真好的关系。上帝啊，我要需要一个车位啦，真正有一个车位，感谢主真好。上帝啊，某物人有需要，无论伫即个生活的方面有需要，上帝求你差派真多的物资予伊，但是咱却插伫遐。知影牧师的意思无？咱甲人的关系是毋是会当建立真正合一？有拄时啊真困难，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来彼此相听，咱要做完全的合一，真困难，因为咱伫社会顶悬交朋友，
即使你感觉即个朋友袂合，你会当安怎？会当莫甲伊交往啦。但是伫教会内面，有拄时啊，咱逐礼拜来教会聚会、侍奉、逐方面，咱必须爱忍受啦，是毋是？咱无法度去真实体会到最后所基督互咱的改变、新的改变。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的厝边伫倒位？虽然咧讲的请的拢真简单，但是要实践起来，着真正求主怜悯咱。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躯，第二个重点就是，咱除了第一个甲上帝有真死正，甲咱主耶稣基督真死正，而且有亲密的关系，甲人的中间也爱有好的关系。第三个，感谢姊妹，咱做阵分享的，就是咱甲社区的关系。其实牧师要讲的真简单，咱甲社区的关系，咱甲社区的关系是啥物？当然，咱对上帝、甲咱兄弟姊妹共集体，过来咱甲社区的即个关系。咱甲社区的关系其实真简单，就是咱爱出去做见证。我相信教会存在的目的，也就是要做宣告，出去做水阁好的见证。感谢天父上帝，咱的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咱伫咱的社区，拢有水阁好的见证，咱拢会引带做咱厝边来到一个教会，来到咱的聚会的所在，而且来敬拜俄罗主，透过小组，透过团结的聚会的联系，这我就无要搁加讲。咱甲社区的关系，也就是爱实践上帝的听。咱圣诞节要搁到，咱已经开始对9月、10月份就开始咧筹备啊。无论咱的即个每一个团单位，咱拢开始咧筹备，咱开始有要甲即个市公所借即个顶南竹林路的所在，要封街一半，一半互车行，一半咱教会做即个福音的事工，可能是园游会，真规划是园游会，伫个遮咱已经为咱教会头前即2年。已经伫咱教会内面，即马扩展小可出去一点搁有较济大的园游会，而且咱为早起一直到下晡，咱拄啊好礼拜六迄天的暗时24号暗时，咱有平安年的感恩礼拜，而且咱收圣餐也真安静的方式，毋是甲以往咱用24号暗时拄叫做要暗会，咱将即个暗会刷到即个早起顶晡甲下晡的所在，暗时咱做真安静的礼拜。所以这是今年咱大概的方向当然佫有佫较幼的比如讲咱针对即个社区的弱势团体咱甲旧年共款可能会有一寡即个经商即个礼券伫遮，伫即个过程爱无限的即个关系所以有侪，互咱帮助咱对伫社区，咱甲社区的关系。所以真期待咱兄弟姊妹伫社区的所在。毋是互人讲迄个信教的咱知迄个信教的每一遍若有听到即个话走出来时阵，都真艰苦，都真艰苦心，有做帮助咱。这是甲外口咱讲甲社区对外口。过来，咱来复习一下即个功能是啥物？这真重要。教会的功能，咱来看周报，咱若有周报掀起来看周报。有即几个功能真侪的功能，但是牧师等下来做一个介绍咱方国即个意向啦社区宣告、信用生活化真清楚咱有看到这几年来咱的意向。好来，教会功能是啥物？咱拄则有讲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咱甲厝边头尾的关系。即摆咱来讲教会教会有啥物功能？到底教会有啥物功能？当然，咱有即8点，8个功能。头一个功能是啥？敬神爱人。第二个，逐工读圣经。第三个，常常祈祷。第四个，温群聚会。第五个，乐意奉献。第六个，
领人为主的即个服务社会，特别维护生态。即个特别的是后来总会搁发展出来。牧师遮个咱牧师真期待咱来当看教会所有遮个功能，牧师归纳，牧师甲归纳有5款大部分的功能，同基本的，咱教会功能教导教示、敬拜、团结对小组，咱伫小组内面有团结、生活团结、宣扬服务，大概这5大方向包含伫咧咱即个8大小点内面，这8点，8个要点内面。互咱伫遮更较清楚会当知影，这就是教会真好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包括咱甲基督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团结，咱甲基督的关系就是教导、教示、敬拜等等好，咱甲基督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团结的生活，咱甲教会外口的遮个人的关系，宣教，服务、宣扬、服务，维护生态等等好，遮个。所以，即个兄弟姊妹，这5大的功能，帮助咱会当去了解，咱甲基督，咱甲兄弟姊妹，咱甲世界，未信遮个兄弟姊妹，包括未信遮个兄弟姊妹，遮个即个咱讲环境，环境大主的。所以，这就是咱亲爱兄弟姊妹教会，也就是咱知影基督的身躯，教会都是基督的身躯，真正意义就是咱应该发挥。这5大部分，也是讲8大小点，咱教会这周报顶完拍，这8个方向真重要，这就是咱的功能，你要清楚，咱来知影。好，最后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就要来做结束，就是今日咱分享教会是啥物，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更较重要的，这是真重要。咱来尊主做大，最后要甲兄弟姊妹分享。教会毋免挖靠咱，只要挖靠基督。定，包括牧师咧牧会过程，甲牧师的遮个牧师朋友，咧牧会过程有关，即个观念拢会走出来。讲恁的教会，规模偌大，阮的教会规模偌大，阮的教会有几位长职，恁的教会有几位长职，咱拢用所谓的制度伫遐来看。有拄时啊，较做头，甚至牧师咧牧会过程，慢慢拄着有兄弟姊妹，也是讲长职走来甲我讲，牧师啊，我去的教会，听有无？我去的教会，应该是讲去礼拜堂啦，去礼拜堂，我去的教会好，我迄当当时就开始讲遐个丰功伟业，就讲出来。若毋是我也是讲，若毋是某物人，是即个教会就无法度安怎。即个兄弟姊妹，咱转来甲今仔日咱讲的教会是啥物？真重要的，甲兄弟姊妹咱做来分享的，毋是挖靠咱哪啥？挖靠基督，这是真重要。意思就是将一切荣耀安怎归互主。因为咱会当看真侪水果好的见证，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身上。当咱有成就的时阵，咱将一切荣耀来归互主。但是迄个主权真重要。咱的教会存在，毋是干那牧师，因牧师一个人伫遐在看，毋是干那咱的小会员，毋是干那咱的长职，是啥物？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做阵仰望主。因为迄个主权是啥？毋是啥？是基督，毋是我靠咱，是啥？是咱的基督。当咱教会出现问题，也是讲兄弟姊妹出现问题，你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咱爱安怎？咱爱求上帝帮助，毋是干那咱用家己的聪明智慧，咱用咱的聪明智慧的过程中，咱求上帝帮助。即使咱来用家己的智慧来料理教会的事务，迄就是将社会的物件带入来教会。咱无看到咱的基督，教会存在目的，就是看无家己，只看到基督。愿主来帮助咱。最后，师哥复习一摆，咱来看，这真紧啊！吼，教会是啥物？咱对外口的这建筑物，咱知影礼拜堂，
敬拜上帝的所在，互咱遮空、遮风、遮雨的一个所在。这毋是教会，这是一个建筑物。真正教会是啥物？伊呼召出来一群人，因做阵礼拜敬拜主、学罗主，彼此关怀，服务社会。咱拄则所讲的，咱甲基督爱有水和好的关系。咱彼此中间兄弟姊妹结合的关系，咱甲社区的关系，咱教会五大功能的社会的即个功能，教导、敬拜、团结、宣扬、服务，就是咱看到的八大类咱即个顶悬周报，所以周报摕转去，爱看爱看灵修生活的时阵，咱来默想，拄则咱是毋是甲上帝、甲兄弟姊妹、甲咱厝边头尾水和好的关系。最后，咱搁较重要是知影，毋免靠我你家己本身，咱爱有谦卑的心。当然，上帝互咱治理这真重要，但是咱爱有谦卑的心，而且一切荣耀来归了主，我靠基督。愿主赐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我较清楚知影，毋是咱的教会是所有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内面、身躯内面的一体，真重要。愿主帮助咱即马徛起的所在，要聚会组织的即间教会即个所在的兄弟姊妹，咱三个阿头的。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伫即个时阵，阮做即款思考，阮对细汉到大汉。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参与教会做的活动，有拄时啊，阮真感动，但是这个感动，阮一直藏伫咧阮的心内。主啊，阮无法度行踏出去，因为阮的心永远有做的烦恼、担心、忧愁。阮甚至是无法度甲主有真实的结连，因为当阮看到阮甲人的关系拍歹的时阵，阮甲环境、甲社区的关系拍歹的时阵，我都毋知要安怎搁过头前来行迄步路。主，阮感谢你，互阮来看到一件事，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好吗？当阮每一遍来收圣餐的时阵，阮期待会当搁较侪的思考甲反省，因为阮知影，当阮咧收圣餐。阮就会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你的身躯是为着阮拍破的。阮就惊安尼来纪念你。主耶稣，阮实在是感谢你，你拢无弃杀阮，你反倒转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教会内面，阮彼此扶持、信仰的实践。阮听听你的命令，出去宣告传福音，毋是干那要扩大阮所谓的人数。咱是互阮会当甲你透过圣神的引传，更较结连，主耶稣基督的听内面。感谢你的上帝，我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今仔日，阮做伙来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的意义，以及阮要安怎样来甲上帝做真水个好的同工。因为阮知影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躯。主啊，阮感谢你。保守带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继续看无家己，只为着上帝国的福音来努力打拼，应验上帝的圣名。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回应上帝话，请起立，咱来读信息728首，信息728首，有做过的教会。有
第20个所在吼，较歹势无讲好清楚，所以咱唱的时阵，就是奋斗吼，奋斗要花会火，吼，奋斗要花会火，吼，咱会记哩，吼，下一道唱的时阵，吼，好。好，这是咱来奉献，请所有的同工前来顺礼。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内底面。同工的事项：温州苏会李主任、苏琴、邵希佑、苏贤、交代、张正志、曾玉杰、献辉、李友元、怀杰领唱、沈美华、献西信歌队、音控林玉英、查金李淑范、黄一礼拜、苏慧李子莹、敬拜团、交代苏贤、张正志、曾玉杰、查金李淑范。澳洲第二礼拜苏慧、邱永祥、苏琴、蔡依婷、交代苏贤、梁小文、陈丽玲、献辉、郭同志、怀杰领唱林博颖、献西信歌队、音控李伟达、查金赖桂珍。后礼拜黄一礼拜苏慧、邱永祥、敬拜团、交代苏贤、梁小文、陈丽玲、查金。赖桂珍，咱聚会人数甲奉献，咱请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第一点，疫情的关系，若有水过咧厝的，若有啥物无爽快，还是有啥物爱紧急处理的代志，请甲咱教会讲，通好互咱教会会当及时的甲咱来斗相共吼。那第二点，主日下晡1点半召开长集会，请有相关的同工有备心来参加。第三点，本会附设的协会，甲咱幼稚园头要举办秋季妈妈市中班，为9月10日到12月2号，逐礼拜5，早起9点半到12点，总共有12届。咱邀请兄弟来参加，若要参加会使甲咱红卫乡传道来报名。第4点，咱邀请咱兄弟姊妹参与年度的礼拜献花奉献，请咱踮咧咱的公布栏来填写，1节800块。第5点，
永光教会庆祝50年，干妈街来150周年，定咧11月6号下晡3点半，伫新店运动会美和堂来举办欢庆特会，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参加。来详细的情形，请你来看公布栏。关怀大道，第一点，赖绵宇兄弟吼，因为破病带伊开刀治疗，请恁来大道。第二点，咧厝的调养兄弟，林胜豪、林鼎清、吴世明、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潘永洲、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李美珠、甲陈登霞，咱甲斗阵来关怀大道。带伊的有姚卫新、李希明、甲洪本展的妈妈，佮白许秀英。咱奉献的部分，咱请咱家己来看，若有啥物重大有出力要，再来甲咱干事来跟进。书。好，兄弟姊妹，我今仔来介绍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啦吼。这位是出差吼，来到咱的中间吼，伫个伊的这个原来咧聚会的所在是这个信海教会吼，伫东角的所在卓良山卓良山兄弟吼，请起立互咱直接拍鼓来甲欢迎。是讲出差但是无会去爱来。做咧拜敬拜主吼，都是变拍好吧？感谢。好有捌来过顶礼拜但是牧师佫介绍一摆安志明兄弟夫妇全家来请起立，请起立。他热烈掌声鼓励。是泰山民基教会民基教会。本来是嘉生咱的这个嘉生来，嘉生也朋友啦朋友来，欢迎欢迎。那嘉生伊是一个这个自行车的国手自行车国手有一阵啊，拢伫咱教会因为伊工作的关系暗时拄好有闲借咱教会衫自行车踩伫遐安尼练。练自行车所以伊伫咧工作业余之外佫练锻炼这个真好伊拢长期这个工作无问题的时阵有休假的时阵就来教会聚会就来教会聚会。今仔日真欢喜带伊朋友来我看安尼这位置应该是女朋友感谢主佫一遍欢迎大家欢迎毋知佫有一般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无牧师来补充一个啦就是这个咱需要关心大道，佫有一个是咱真民情执事真民情执事伊伫顶礼拜有这个开刀小手术，但是半身麻醉迄个这个肾脏结石结石有摕出来，真紧的时间摕出来，所以感谢主。一切顺遂咱得继续为伊来祈祷。其他的部分咱看上报第5点，永光教会因庆祝50周年特别因特别佫有即个纪念马街来大宣告150周年上永光教会网站是讲咱教会后面的即个公布栏有一个 QR code咱若有要参加扫迄个 QR code因要准备即个礼物，要准备礼物。咱会当11月6号的时间咱下晡可能麻烦兄弟姊妹家己去参加家己参加直接甲兄弟姊妹报告直接甲兄弟姊妹报告。以上咱来报告。好，咱即时咱来读今仔的金句，在咱周报后壁，今仔的金句。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0，咱斗阵来读，请。为叫上帝教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受奖是需要对系统一定要所在这个主席内来实干。这是咱来上言。上言第509首，请起立。509
控教授何老天的原服务员。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要上帝疼爱，圣神的上方，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来保证。阿门。请坐，列岛聚会。
江江啊，盖过年。是好了解。刚刚是不是很大？我两家伙，我看你嘛，比较喜欢以前那种有钱那种吃，台语听得懂，另外当然你看就知道他们在拍后期，他们都会。Thank you.